開始。請選擇出第一隻牌。請揭開。請正方進攻。將自己的手牌全部丟棄，從牌庫中抽7張卡，重抽7張。為了公平起見，我去望望我來。第一張卡，第二張卡，第3張卡，第4張卡，第5張卡，第6張卡，第7張卡。好。抽牌成功。請放出第一隻寶可夢。請揭開第一張卡。好。請使用點數。給。不能再使用。到你。有時咧，你都唔怪我想掉你啲嘢嘅手。你啲嘢咧就周圍咁劈，周圍咁劈都唔緊要，左一粒右一粒。打。執完又見，執完又見。從自己的牌庫抽出3張卡。第3張卡。空手道跆拳道。在這個回合，自己可以在自己的寶可夢使用的招式，對對手的戰鬥場的寶可夢 EX 造成傷害加40點。因為我捉了 EX，所以沒有 EX， 只是幫手。只能使用這個。30。我沒有聲話，因為話加30 HP 使冇聲。120。120死亡。不能，因為你沒有這張。如果我呢度呢個140加175，咁你120打都冇傷害。唔係。回顧上一彎，5
50、30，再加30。這是你是40的，我打你120，餘下20，加30，50，再打你0。這隻只有70血。120，不是20，120，50，能量卡使你重抽一張，一定是寶可夢。好。俾呢個50。對，決戰回合，請對方再抽一張牌，寶可夢牌，因為反方有2張寶可夢，不能。嗱。7決戰回合牌160，120，160，120死亡，反方勝利。恭喜反方拿了香港麗城花園34樓第1屆冠軍。